快走啊！那后面有东西，快走啊！等一下，快点，等一下！哎呀，快走，快走吧！不动了呀！快走吧！哎呀，快走吧！你快点！师傅，这里的气氛真紧张啊！快走！好像是出什么事了。师傅，这商丘城乱哄哄的，咱们还是先找客栈住下来吧。嗯。马童啊，到前面先找家客栈。好。驾。官兵来了！快走啊！官兵来了！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抓住了！抓住了！进雄抓住了！他不是进雄，他不是进雄，他是我儿子，他是二小，放了他吧，放了他吧！胡说，他就是入宫偷盗的盗贼进雄。哼，这怎么处理？怎么办？这还用问？宋公说了，此贼罪大恶极，抓到后就地处死。诺。二小，二小！你们给我听着！此盗贼尸首示众3日，有敢为他收尸者，杀无赦。是啊，我们走，这次可以向宋公交差了。孩子，真可怜，孩子，孩子，起来吧，孩子，这孩子多惨啊，真可怜呐！没有王法，对呀，简直是没有天理呀！还有这些当兵的，这简直就是人已死，所有冤债全消，哪有不收尸之理？马童，所以我一起将这个人的尸体收敛了。真是好人呐，这好人呐！是啊，真是好人呐！真可怜，也亏碰见这样的好人。哎，这先生胆子可真大，要是官兵知道了，一定要会被杀头的。哎，人都死了，还要曝尸街头，还不让收尸，违背天理呀！先生，好人呐，好人呐！谢谢好人呐！老人家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谢您啊！真是谢谢啊！官兵来了！官兵来了！官兵来了！官兵又来了！大胆狂徒，竟敢为此盗贼收尸！你此贼定有干系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！反了，反了！全给我拿下！梧桐，先带师傅走。先生，梧桐，带师傅走啊！先生，我们先走吧。快走！啊！不许伤害先生！你不想活了？梧桐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先生。你们这些官兵，乱杀百姓，简直丧尽天良！刚才那具尸体是我收的，有什么冲我来，不许乱杀无辜！好大的胆量！好，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们！住手！马童，别急。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赶快放下武器，否则将你们全部杀光！相须大人到！马童，退下。哎，拜见相大。李耳，你是先知李耳？相须大夫，是、啊，真的是相须大夫。是，我是相须。先知，你可想死我了？
我刚听家人禀报，说一长相十分像老子之人，正在被官兵追杀。我听后匆匆赶来，没想到，真的是贤侄啊！降大夫，此人违我宋国法令，擅自为盗贼收尸，还杀了我许多官兵，罪将处死。你这个笨蛋，你差点坏了大事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这是我们宋国前大将军李乾之子李耳，也是当今天下之圣贤老子，是我相须的义侄。你还不快滚！小的无眼无珠，请向大夫恕罪。下去吧，改日老夫再教训你。师傅，梧桐失血过多，昏过去了。这，相须大夫，快来人，给这位姑娘疗伤。来。太傅之计甚妙，此计已成功瞒过父王。明日，父王将召见我们，商量铲除单齐一党之事。殿下，单齐作为当朝司马，手握重权，不是一日可以铲除的。我们应先铲除单齐一党的其他势力，把他孤立起来。那依太傅看，应先对何人下手？刘志。刘志是姬某、单齐的死党，应先将其铲除。前几日，许国供来的国宝被他私藏，并嫁祸于长虹，并派人杀了许国的使臣。长虹、老子皆因此事而罢了官。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没想到他百密一疏。哦，怎么百密一疏？那许国使臣有一个没被杀死，已被我安排人医治，现已苏醒过来，并将事情的始末全部告诉于我。好，此人现在何处？在我府中。哼，刘志私藏国宝，又嫁祸于他人，按律是死罪。他若被陛下问罪致死，那么单齐也就不那么难对付了。这样一来，姬猛的左膀和右臂就都被我们砍去。哼，这太子之位也自然是我姬朝的了。殿下，我们要想办法将此事让陛下知道。哎，这事容易，待明日我见到父王之时，必将此事告于父王。不可不可，殿下，不可呀！这样做太明显了，陛下会怀疑我们的。那依太傅看，此事该如何是好？此事应该让姬盖出面。禀殿下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讲。那日确实是姬猛殿下将老子先生的弟子童心骗入府中，欲对其非礼，被童心踢伤。而那刘志将老子先生请入府中饮酒，则是为了将老子先生稳住，以便于姬猛殿下对童心动手。有证人吗？有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
杜金姐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咱们这是在向大夫府中。梧桐，你终于醒了，手臂还疼不疼了？马童哥放心，我没事儿。哎，别动。童心姐，你说梧桐她真的会没事吧？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她呀，再服几天药就会好的。看把你心疼的。放心吧，我呀会照顾好她的。哎，天色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梧桐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放心吧。去吧。哎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来。贤侄不是在州都任守藏、助夏二事吗？怎么会来宋国呀？向大夫，我因被姬蒙王子和刘志所陷害，早已不是什么史官了。此次欲回故乡取人礼，途经宋地。在朝为官，要处处谨慎小心才是啊。不要说周氏如此，就连我们这小小的宋国，朝内也是尔虞我诈，为达目的相互陷害。贤侄是个治学之士，不太适合在朝为官。这样也好，回乡后，贤侄可以专心研究学问。对了，我今入宋地，发现此地并不太平。外面那些军士面露杀气，而百姓们却是敢怒不敢言呐。变了，这世道变了，已经不是前军在位时那个太平的宋国了。向大夫，此话怎讲？原来前军在时，对百姓宽厚、仁慈，事事为百姓着想。而今新君继位，颁布许多法令，致使宋国百姓民不聊生。我们这些老臣曾多次力谏，新君却很难听进去。如此下去，宋国迟早会发生民变的。治国者当以民为本，天下方能和谐太平。若法令自张强加于民，国安能长久？贤侄是当今天下的圣者，若能劝一劝新君，新君或许能听进贤侄之言。不知贤侄意下如何呀？当然可以。若能令百姓安生，我李耳当义不容辞。好，明早我就带贤侄进宫，面见新君。好。
马童，师傅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有休息？啊，梧桐受伤，我睡不着，在院子里走走。啊，梧桐怎么样了？他应该好点了吧？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哎。你们都坐吧。谢父王。宾启啊，今天召你来，寡人是要与你商议一下单骑一事。陛下有事，尽请吩咐。为了陛下，为了朝廷，我宾启在所不辞。单骑这个人，他依仗寡人给他的兵权，心高气傲，先是找人假意刺杀姬猛来嫁祸姬朝，现如今他竟然雇了刺客来刺杀姬朝，实在是罪不可赦。寡人欲治他的罪。宾启，你如何看呢？陛下英明。单骑之所以这样做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置姬朝殿下于死地，保姬某殿下为太子。哼，将来好在朝中呼风唤雨，享受荣华富贵。此人不除，国无宁日啊！立谁为太子，那是寡人的事。寡人不仅要治单骑的罪，我还要查一查幕后的主使到底是不是姬猛。如若真的是姬猛所为，寡人绝饶不了他。父王不可，父王，你万万不可治王弟姬猛的罪啊！他毕竟是你的亲子，我的手足兄弟。依儿臣看，此事既然已经过去，就谁的罪都不要治了。儿臣实在不愿看到我大周血雨腥风啊！朝儿啊，你可真是一个仁慈的人呐！陛下，单骑手握重兵，我们要想出个特殊的办法，才能对付此人，否则怎样？他敢造反不成？他既然能做出刺杀之事，又有什么事不敢做呢？造反！宾启，你有何办法？陛下，依臣看，对于此人，应智取。下月初3是天子每年兴为狩猎之日，陛下可在此时安排伏兵，将单骑及其同党一网打尽。膝盖殿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陛下，姬盖殿下来了。我们先告退了。嗨，你们但坐无妨。诺，陛下。儿臣给父王请安。坐吧。谢父王。小弟见过王兄。王弟请坐。盖儿，你有何事啊？这有话直说。儿臣已查明，关于许国进贡贡品一事，实为刘志私藏贡品后被长虹发现，并告知老子。刘志怕事情败露，便嫁祸于长虹，且派人杀了使者灭口。果真如此？那证据呢？刘志所杀使者，其中一人未被杀死，现在兵大人府中。宾启，陛下，确有此事。此人现在微臣府中，并将刘志私藏贡品一事
告知微臣。那你为何不报啊？臣还没来得及禀告陛下。这个刘志，他胆子太大了，竟敢欺瞒寡人，嫁祸他人。父王，儿臣还有一事要禀。说。老子先生的弟子确实是被姬猛王兄派人骗到府内，欲对其非礼。那晚，刘志请老子入府饮宴，是为了稳住老子，以便给姬猛王兄机会，骗出老子的弟子同心入府。都在欺骗寡人呢。刘志骗寡人，这个姬蒙义也在骗寡人。陛下，刘志是善骑的死党，他竟敢私藏国宝，诬陷他人，并协同姬猛殿下骗老子先生入府，实为罪不可赦。传司寇，让他把这2件事情查清楚，如若属实，治姬猛的罪，砍刘志的头。父王不可，刘志官位显赫，不可轻易杀头啊！官位显赫那是寡人给他的，你休要为这种人说情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诺，诺，诺。都退下吧。众位大臣，今天在此设宴，主要是请远道而来的天下大贤老子。老子乃李乾之后，李乾乃我宋国重臣，且为宋国立下赫赫战功。来，寡人先敬先生一杯。多谢宋公。请。寡人常闻，先生正在推广一种大道学说，且有特殊的治世之道。今天在此，实乃寡人受益良机，请先生指教一二，意下如何？宋公客气了。老子一生所悟之道，只是天下万事万物生成本源之理，治国之理罢了。宋公既问，李耳自当回答。请赐教。治国之道，上行下效。君正则民正，君邪则民邪。施政者不应禁令繁多，禁令繁多，条款辈出，必为奸人所用。以令卡民，以令庶民，百姓被束手脚，势必逆反。如此，国将大乱矣。应施政宽仁，以德为正，顺天应人，自然无为。正所谓，治大国
若烹小鲜。何谓治大国若烹小鲜？烹小鱼时，不能常常翻动，否则鱼将碎之。治国之道与此同理。国大，事必多，民必众，心必乱。风格各异，层次不一，人心难统。若施政者，任其事多，自不多事；任其心乱，自不乱心；任其欲生，自不生育。不以法令条款强加于民，不以权谋巧智搅乱于民，如此，国富民安，天下自然大顺。先生一席话，寡人顿开悟矣。来，再敬先生一杯。多谢宋公。请。老子先生，寡人想请你在宋国做官，辅佐寡人，不知意下如何？多谢宋公厚爱。然李耳一生之愿望，为广布道德思想，无心为官。如此，李耳告辞了。先生何往？回故乡取人礼。先生慢走，希望今后有机会再向先生请教。多谢宋公。今日请二位大人来，是有要事要相商。殿下请讲。我刚接到宫内密报，姬朝、宾启等人在父王面前设计陷害我。父王已经相信，准备对我们下手了。二位大人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我们也没做什么亏心事，任他们去陷害。我想，陛下自会有公断。此事不得不防。姬朝为夺世子之位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不知道后面还会使出什么阴招。对呀，就连姬盖也在父王面前说了我们许多坏话。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哦，我还听传信人讲，父王安排宾启要利用下月围猎的时机，对单司马您下手呢。这又有何惧？我单骑重兵在握，那个宾启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殿下，你尽管放心，有我单骑在，就不怕宾启他们闹翻天。单大人，不管怎样，自今日起，我们应小心才是。是啊，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查得如何？启禀陛下，一切都查清楚了。刘志私藏贡品嫁祸长虹之事千真万确。那老子的女弟子是如何进姬猛府上的呀？此事臣也查清楚了，是姬猛殿下看上了老子弟子童心，
与刘志合谋，由刘志请老子先生过府饮宴，稳住老子，而后姬猛殿下将老子弟子童心骗入府中。果真如此啊！司寇，臣在。你马上带人去刘志的府上，把他们全家都抓起来，押入大牢，等候处置。诺。哎，你有何事啊？何事？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滚开！司寇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天子有令。臣接令。刘志身为朝廷重臣，知法犯法，私藏贡品，嫁祸朝内重臣长虹，又与他人勾结，诬陷圣贤老子，实为罪不可赦，特将全家人收监，听候处置。带走。我要见陛下，我要见陛下。马童啊，师父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梧桐啊，你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先生，我没事的，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。哦，这样吧，你坐到马车上。不可不可，先生，我可以走。师父让你坐，你就坐吧。身上有伤，师父啊，这是关心你。对，坐上吧。先生，来，那你……好，我正好想走走。来，慢一点。梧桐，坐好了。你累吗？啊？不累，马童哥。啊哦，那你渴吗？师父，看他俩很般配嘛，而且互相都有点意思。你要累了，咱就歇会儿。是啊，阿童年龄也不小了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成亲。难得遇上梧桐这样的好女子。我看啊，如果他俩都愿意，您就做主，成全了这对鸳鸯吧。好，等回到曲仁里，就给他们俩把亲事办了。好。今日朝会，寡人有2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件事，刘志身为朝廷重臣，却私藏贡品，嫁祸长虹，又勾结他人诬陷老子，实在是罪不可赦。寡人已将其投入大牢，按律斩首。父王不可！父王，刘志乃朝中重臣，虽身犯死罪，但念他年事已高，儿臣恳请父王开恩，免去刘志死罪。不许你为此等逆贼说情！父王开恩，免去刘志死罪。朝儿，你起来！求父王开恩，免去刘志死罪。快起来！好吧，寡人就免了他的死罪。不过，将其贬为庶民，永不录用。谢父王。姬猛，儿臣在。你可知罪？儿臣不知。你不知？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不知道？
你勾结他人诬陷老子，你无非是想霸占人家的女弟子，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父王，儿臣冤枉啊！你还嘴硬！寡人最恨的就是敢做不敢当的人。来人，将姬莽给我押回府中看管起来，没有寡人的话，不许外出。父王，儿臣冤枉！押走。父王，儿臣冤枉啊！父王，父王，儿臣冤枉啊！单大人，单大人，单大人帮我！儿臣冤枉啊！父王，儿臣冤枉啊！老子那日离开庭上时都说了些什么？你们都还记得吗？单骑，在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都好自为之吧。2日后，寡人要出西门围猎，尔等都得参加。诺。父王，既然老子先生与长虹大夫皆被人所陷，儿臣叩请父王恢复二人的官职，将二人召回朝中。寡人正有此意。传天子令，将老子、长虹召回，官复原职。谢父王。师父，魏国到了。宗儿，爹找你来了。师父，想宗儿了吧？走吧。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。师父，宗儿舅舅一家不知去向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师父，童心姐，你们先别急，